经过这位议员的争取，伫大北门地区正式盐分地带文化中心一案，经过市府文化局的提案，文化部核定该案的评估甲规划设计。议员陈坤和上午透过议案的审查，并且以原文化中心甲蓝营文化中心为例，认为场地一定要有够大，利用地脉来变更，而且土地上好是毋免来开钱。按这个文化中心，你爱去思考就是讲，今仔日台南市的原文化中心，伊缺点伫倒只？安尼南营文化中心，伊的不足的所在伫倒只？因为迄拢是迄个已经是30外当前的建筑物。那今仔日呢，这个文化中心，因为伊的地点，你爱去思考，尽量莫开钱。安尼政府原有的土地来处理，上好是变更使用项目，就会当达到这个目的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伊的场地要有够宽，你唔通甲支大安尼加你的迄啥的市中心的边啊，安尼的时阵无法度产生应该有的效益。你拄啊建议遐折点的条件，我想拢真重要。这个部分会好啦，请未来团队，我会带因落去议员拜访，听议员的意见。这个部分我会真审慎来处理啦。另外，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核定台南地区不义的遗址调查甲推动计划，总经费300万，中央补助210万。议员林义莹针对文化中心的蒋公铜像，虽然被纳入艺术品，不过伫相关委员的调查时，议员嘛建议，希望会用纳入人权人士的意见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